許紹雄經傳病危入院，眾星趕探望。佘詩曼出活動爆喊，終止訪問。76歲許紹雄今日經傳突然病危入院，好友苗僑偉同埋戚美珍、黎子珊同 TVB 監製等圈中好友，今日中午被拍到趕到醫院探望，眾人神情嚴肅。下午3時左右，蕭正楠、黃翠如、黃智賢、麥長青、歐陽震華、黃子華、張子楓同埋港姐女友王菲亦陸續現身醫院。眾人離開醫院嘅時候都不願透露情況。至於曾經同許紹雄合作過《絕代雙驕》、《使徒行者》、《家族榮耀》及《正義女神》等嘅佘詩曼，今日喺澳門出席活動時被問及此事，阿佘表示知情，更一度忍唔住爆喊，需要稍為整頓情緒先至可以繼續訪問。佢哽咽話有去探望，仲指對方正在努力中。期間佢忍唔住轉身抹眼淚。阿佘表示原本活動後直飛北京，但都可能會趕去醫院，跟住佢因為太難過終止咗訪問。佢喺晚上7點鐘已返到香港，到醫院探望許紹雄。今次許紹雄入院嘅消息太突然，因為佢嘅 IG 賬號呢個星期都有上載近況，一切如常。明州記者6日前亦都有同佢聯絡，同佢度期做訪問嗰陣，佢透過 WhatsApp 回覆話11月比較方便，仲話11月尾可以。諗唔到事隔幾日就傳出佢入院，希望佢大步攬過。郭富城60大壽變身超人抱 B， 方媛3胎產後首露面，火速收身。啱啱3度再為人父嘅郭富城，尋日60歲生日，老婆方媛出院4日，正喺度坐月，都要出關為城城慶生。產後首度亮相嘅佢，火速收身，腹部扁平，狀態同生 B 前好似冇太大分別。佢一身貴氣打扮，城城就着上同前年生日嘅同一件 T。方媛喺社交網曬照留言，祝老公生日快樂。城城放閃回應，謝謝老婆，同時亦都謝謝大家嘅祝福。網民都驚訝方媛產後幾日身材恢復得咁快，但不忘叮囑佢要注意休息，養好身子。方媛亦有回覆，而家返去好好做月子。雖然三寶啱啱出世，未能出席城城登陸生日會，但有大寶同埋二寶同爸爸慶祝。生日蛋糕就係一家5口化身超人，方媛同大女二女並排而坐，城城就抱住啱啱出世嘅三寶，超可愛。